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7，诗篇54篇60安尼讲：我要将甘心的祭司献予你，耶和华，我要感谢阿罗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是好。三甲来祈祷，我要将甘心的祭献予你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，你予万物拢跪落伫你的脚前来叩拜，你予世间人知你是创造主宰、活命的君王、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今仔有活开的，拢着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虔诚的敬拜甲阿罗，因为阮知你是用慈爱款待阮的天父。主啊，愿属伫你的儿女，要专心致意来敬拜你，也要尊你最大。主啊，我要将甘心的祭司献予你，我要感谢阿罗你的名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名是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